各位乡亲、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。我是台语文信望爱台语老师苏彦德。过来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这篇文章，叫做《路德人》。因为我住路德，我爱路德，所以我甲过去路德的点点滴滴，甲伊写落来，成做咱无形的资产。路德人，路德有我的记忆，有我的过去。半路德家是过去的名字。华山殿记载宁靖王的点点滴滴。旧山伫蔡文国小留落印记。成功市场是退休的菜市。大社甲阿母寮是所教的故基。一家王家伫遮徛起。蔡文是洪家的乡里，过去路德有3间戏院，一家福寿，路德万国已经无去，只剩福源戏园孤单过日子。戏园已经无搁搬去，路德分局亲像无人关心的孤儿。第一银行伫遮出世，旧图书馆即马是交通队伫遮徛起。大社老家捌有车营的过去，两个交流道互路德缩短南北的距离。若要速时快速，路德近高铁。你敢知影大湖火车头的地址？大湖火车头是路德的后院，伊的门牌属伫路德免怀疑，伊是路德的银钱。科学园区就业条件真完备。鸡卵是路德的标志，遮有花菜、鸡卵、柑仔蜜、甲沙目鱼。在地传统产业是螺丝，螺丝拼出路德人的一片天。遮的铁卵满满是销到国外、甲台湾各城市，逐项口味在你试。路德是我的地，嘛是我的天。路德人真有人情味。多数的人讲台语，欢迎来做原厝边。各位好朋友，有一寡所在要甲大家来小分享一下。咱路德古早名叫做半路德家。另外，咱路德有一个足特别的，我问囡仔，囡仔拢毋知。讲咱路德呢，其实较早有一粒旧山，这旧山其实伊毋是山，是一个悬悬。阮细汉的时拢会去遐耍。即马呢，伫蔡文国小内底。另外呢，伫蔡文国小呢，以前还未有蔡文国小的时阵，遐有一个市场叫做成功市场，已经退休啊。大社甲阿母寮拢是姓苏的，足济过来一家呢，大部分拢是姓王。若讲到咱呢，蔡文庄呢，就是姓洪的，有够济。另外有一句话讲，路德分局亲像无人关心的孤儿。检查将士的少年人，拢已经袂记啊。较早路德是有分局，后来是无分局的。路德分局已经迁徙去，全变做后来分局。路德分局的住址呢，即马已经变做第一银行起大楼啊。旧的图书馆呢，即马已经嘛改做交通队啊。若讲到大社楼，即个大社旧家呢过去有摆夜市啊，足青影哦。另外，咱知影讲路德有2个火车头，一个是路德火车头，另外一个是大湖。我有讲到讲，伊是路德的银钱。什么是银钱？就是咱华语讲五元呐。银钱就是伫上边啊，上也是上头前。若对台南来，伊就是咱路德的上头前。若假使讲呢，对高雄来，伊就是上后边，所以就是迄个金钱就是甲我边的所在。以上甲大家做伙分享，多谢努力。